大家好，我係 Terry，歡迎嚟到泰來一道橋。泰來一道橋呢個平台係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心靈、文化、哲學嘅一啲知識、睇法或者係心得嘅，希望可以好似一道橋咁，能夠同大家一齊通向更廣闊嘅精神空間，又或者啟發大家有更多嘅思考。易經博大精深，一般嘅印象呢啲深嘢好難明嘅，其實都唔一定嘅。易經3分鐘呢個節目係希望可以每次大概只係用錄一個杯麵嘅時間，等大家初步咁了解一下易經嘅奧秘。今次易經3分鐘為大家講嘅係周易嘅第3卦屯卦。呢個屯字有人讀做臻，即係臻卦。乾卦象徵天，坤卦象徵地。有咗天地之後，就有萬物嘅產生啦。我哋睇下屯字呢個字形，就係一條草從地而生，係草木嘅初生，象徵生命嘅開始，亦都象徵事業嘅開始。生命嘅出現其實好難得㗎，尤其是作為一個人嘅生命就更加難得啦。所謂人生難得啊嘛，好似婦女生孩子，你話係幾咁辛苦艱難，所以屯卦又有艱難嘅含義。屯艱屯難呢啲詞語就係咁樣嚟㗎。我哋又睇下屯卦嘅結構，震卦喺下面，坎卦喺上邊。震代表雷，坎代表水，亦都代表雲，代表雨。我哋可以想象呢個時候水氣聚積成為雲，雷雨將會出現而未出現，有一種鬱結未通嘅意象。再加上震卦有雷動嘅特質，行動嘅特質，坎卦就有危險嘅意象。以後我哋可以留意，每逢上下卦入邊有坎卦嘅組合，坎呢部分往往都有危險嘅象徵嘅。於是屯卦震下坎上就有險中能動嘅意象，即係話身處險境必須有所行動，要喺艱難中創造先至有生機嘅。所以屯卦嘅卦辭就話：屯，元亨，利貞，勿用，有攸往，利見候。屯既然係象徵草木初生，從地而起，佢本身就有一種開創，要打通艱難嘅意思啦。加上震動在下，坎險在上，險中能動，亦都顯示要有一種開創性，要有打通困難嘅能力，所以就話元亨啦。仲記得我哋講乾卦嘅時候提到，元代表開創，亨代表亨通，即係打通障礙。但係屯卦處境畢竟同乾卦唔同，屯卦係草創嘅階段，非常艱難，因此更加需要堅定，必須要堅持理想。我係始志要做一個演員嘅，先至能夠得到突破㗎。所以呢度講嘅利貞，意思係要堅持堅定先至好㗎。草創嘅階段自然不宜輕舉妄動。喺乾卦你係潛龍，尚且都要勿用，更何況喺屯卦就更加唔可以急於行動。喺艱難險阻嘅環境，時機未到，就要忍耐堅守正道，不宜急進啦。有攸往就比喻有方向、有目標、有理想，進一步講就要立志，唯有堅定嘅意志力先至可以衝破艱難嘅環境嘅。喺古代好容易俾人明白好現實嘅目標，亦即係當時最偉大嘅功業就係建侯啦，即係成為一邦之主，咁係象徵偉大理想嘅建立。屯卦俾我哋好多嘅啟發，生命嘅出現艱難，創業艱難，必須有面對艱難嘅心理準備。喺艱難嘅時候就要有所行動，咁樣先至有機會從艱難入邊走出嚟，能夠堅持落去，先至會有比較大嘅突破同開創嘅。所以必須要有意志力，要有面對艱難嘅意志，唔好放棄自己，堅持理想，要為理想創造條件，咁樣先至有生機嘅。
話唔定一片新嘅天地就會喺不久嘅將來出現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一次我哋會講蒙瓜，請支持泰來一道橋 YouTube Channel， 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同時希望你可以用一杯咖啡嘅價錢支持我哋嘅製作。另外，我哋仲有會員專屬網頁，有更多有助於心靈提升、生命成長嘅內容，歡迎加入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